個鐵頭啊，鐵頭魚啊，係啊 ，Bomhead Parrotfish 啊，斑馬啊嘛，係啊，青眉啊，青眉、蘇眉，係細嘅呢只蘇眉，你睇個尾白㗎，白色係啊，我一群啊，一群嗰個 Bomhead Parrotfish 啊，阿英冇在 Parrotfish 都係。阿康今日去到另一個偶像洪 Sir 嘅工作室，睇下佢未曾公開放映過嘅水底片段。呢架咧真係比較老爺嘅老爺機，但係咧佢行得，其餘嗰啲咧唔係呢度壞嗰度壞。OK，要成10幾分鐘啊！呢啲唔緊要，我哋慢慢睇啊，我好想睇呢啲片啊。之前都聽過洪 Sir 分享，真係見到佢自己攞住部機落水底影住嘅影像咧，我就覺得係好震撼咯。佢係一個英文叫 Living Legend， 好多以前嘅歷史啊，以前未有記載嘅一啲往事啊，或者以前嘅景象，海底定係陸上都好啦，佢好多故事同我哋分享。東沙嘅片段我真係自己都未睇過啦，咁就第一次睇到，仲要係1970幾年嘅水底片段喎。而嗰個片段入邊見到咧，全部都係熱帶魚，色彩繽紛啊，好多蝴蝶魚啊等等嗰啲，係好出奇嘅，即係冇諗過係咁樣。都有少少覺得係以前嘅香港嘅水底咯，咁都期望希望第時多啲保護啊，多啲海洋公園多啲保護措施咧，其實睇下可唔可以啲大型魚類啊、石斑等等，可以再一次喺香港出現翻。咁而家累積嚟講啦，差唔多去到23,000個 dive。咁但係呢個唔代表任何嘢嘅，只係我出世早，接觸呢個運動比較早。我喺潛水入邊咧認識咗好多人，最開心嘅、最感恩嘅就係認識咗我太太。一路佢都有陪我周圍去玩，咁佢差唔多好多地方都去過啦，Saipan啊嗰啲去晒㗎啦。始終公司有啲嘢佢打理，咁咪變咗我啊玩，佢係變咗幫手睇住，好感恩，好感謝佢。哎呀，真好唔好彩嘅時候。洪 Sir 對大海嘅愛始終如一，依家一有機會都會繼續潛入呢片碧海之中。因為人咧喺失重狀態之下咧，係得兩個機會嘅，一個就係太空，一個就係水底。你可以升，可以潛，可以飛啊！咁啊，太空我冇可能上到去噶啦，我哋只有繼續享受喺水入邊嘅即係浮沉咯。